Hello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㗎嘛。講真，今日港妹要爆嘅料，絕對勁到你唔敢信。港圈六大男神集體翻車，個個整容整到面目全非，醜到冇眼睇。當年嘅神顏男神，如今嘅塑膠臉。反差大到嚇親人，當年迷倒萬千少女，靠顏值封神，如今用力過猛變三星堆青銅人，連親媽都未必認得出。加離譜嘅係，第六位根本認唔出，有的整到五官錯位，有的臉腫如發面饅頭，到底邊個最嚇人？邊個整突最後悔？今日港妹不兜圈，不廢話，全程勁爆開扒，每一段反轉都夠勁，保證你聽到瞪爆眼。聽完直呼可惜，看完徹底顛覆你對港圈男神嘅認知。首先要爬嘅就係當年憑住《天龍八部》段譽一戰封神嘅陳浩民。講到陳浩民，港圈迷應該都有印象，當年佢嘅顏值真係可以用驚為天人來形容，眉清目秀，自帶少年感。段譽嘅溫潤如玉被佢演繹得淋漓盡致，當年唔少女仔都將佢視為夢中情人，甚至有人話陳浩民之後再無段譽，但誰能估到呢個當年嘅神顏男神，後來竟然走上咗醫美整容嘅不歸路，仲整到翻車翻到徹底。陳浩民嘅爭議，除咗整容，仲有佢嘅緋聞纏身。當年佢婚內出軌嘅新聞，轟動整個港圈，被拍到同女藝人親密互動，甚至深夜同流。雖然佢同老婆蔣麗莎多次澄清，但緋聞始終纏身，形象一落千丈。而真正讓佢口碑崩塌嘅，係佢嘅面部狀態。近年出現在公眾視野嘅佢，臉部僵硬到不行，蘋果肌突出突離譜，下巴尖到可以戳人，眼神呆滯，完全冇咗當年嘅少年感，被網友調侃撞臉馬里奧、塑膠人，甚至有網友話睇佢嘅劇根本入唔到戲，全程被佢嘅塑膠臉出戲。港妹講句真心話，陳浩民真係一手好牌打得稀爛。當年佢有顏值有演技，明明可以靠實力站穩腳跟，卻偏偏要靠醫美維持顏值，結果越整越醜，仲被緋聞拖累事業。大家估下，佢到底係因為年紀大咗怕失去人氣，先至瘋狂整容，還是因為婚內緋聞纏身，想靠變臉挽回形象？講完陳浩民，就輪到港圈公認嘅神顏天花板古天樂。講到古天樂，冇人唔識㗎。當年八股時期嘅佢，面如冠玉，眼神清澈，自帶貴氣，神雕俠侶裏嘅楊過，至今都係無數人心中嘅經典。甚至有人話，古天樂嘅顏值係港圈史上無人能超越嘅存在。佢嘅亮點，除咗逆天顏值，仲有佢嘅演技同人品。佢拍過無數經典電影同劇集，拿過金像獎影帝，而且低調做慈善，捐咗成8所希望小學。係港圈公認嘅慈善男神，口碑好到爆。但就是這樣一位零差評嘅男神，近年亦都陷入咗醫美爭議，面部狀態嘅變化引嚟全網熱議。大家可以對比下佢早年同而家嘅照片，差別真係太大咗。當年嘅八股皮膚白皙，輪廓流暢，而家嘅佢臉部僵硬，蘋果肌飽滿突不正常，法令紋加深。眼神亦都冇咗當年嘅清澈，甚至被網友調侃整成三星堆，面目全非。更有網友爆料，古天樂因為常年拍戲，皮膚曬突黝黑，加上年紀增長，怕顏值下滑，就頻繁做醫美，結果過度醫美導致面部僵硬，失去咗當年嘅靈氣。不過港妹要替古天樂講句公道話，佢嘅面部變化有一部分係歲月嘅痕跡。亦有一部分可能係為咗角色需要做嘅微調，未必係大家口中嘅整容失敗。但不可否認嘅係，佢嘅顏值確實不如當年。當年嘅神顏，如今亦都難逃歲月同醫美的摧殘。接下來呢位就係 TVB 3屆視帝郭晉安。郭晉安當年嘅顏值雖然冇陳浩民、古天樂咁驚豔，但亦都係清爽內涵型，我往新傳你嘅窩王，憨厚可愛，深入人心，中間人你嘅高捷嫻，亦正亦邪，演技封神。佢憑借紮實嘅演技，
拿下3屆 TVB 視帝，係港圈公認嘅實力派演員，亮點十足。佢嘅感情生活亦都十分低調，同妻子歐善儀結婚多年，感情穩定，育有2個仔女，係港圈少見嘅好男人形象。但誰能估到呢個低調嘅實力派視帝，近年亦都陷入咗醫美爭議，面部狀態變化巨大，甚至被網友吐槽整容失敗。近年郭晉安出現在綜藝同活動上，臉部明顯僵硬，蘋果肌突出，下巴變尖，面部線條十分不自然，完全冇咗當年嘅清爽感。甚至有網友話佢嘅臉好似充氣娃娃，失去咗原本嘅辨識度。更有網友調侃郭晉安係想靠醫美維持年輕，結果越整越醜，連演技都被面部僵硬拖累，拍劇時表情不自然，難以代入角色。港妹覺得郭晉安真係大可不必，佢係實力派演員，靠嘅係演技而非顏值。就算年紀大咗，自然老去嘅樣子亦都十分有魅力，何必執着於醫美，搞到自己面目全非？而且佢嘅好男人形象原本係佢嘅加分項，如今卻因為醫美爭議，口碑受到影響，真係得不償失。大家估下，郭晉安到底係因為想延長演藝生涯，先至選擇醫美，還是因為受到身邊藝人嘅影響？講到呢度，就輪到當年嘅4大天王接班人陳曉東。陳曉東當年嘅顏值真係冇特頂，陽光帥氣，自帶偶像氣質，憑借心有獨鍾比我幸福等歌曲，紅遍兩岸三地，係當年最火嘅偶像歌手之一。同時佢亦都拍過不少電視劇，顏值同實力並存，係無數少女嘅夢中情人，亮點十足。佢嘅緋聞亦都不少，當年同張柏芝嘅戀情轟動整個港圈，兩人郎才女貌，被無數人看好。可惜好景不長，最終還是分手收場。但陳曉東嘅人生亦都充滿咗翻轉，當年嘅頂流偶像，後來事業下滑，人氣大不如前。更讓人唏噓嘅係，佢嘅面部狀態亦都因為醫美變得面目全非。近年陳曉東出現在公眾視野，臉部僵硬，蘋果肌飽滿過度，眼角亦都有明顯嘅醫美痕跡，眼神呆滯，完全冇咗當年嘅陽光帥氣，被網友吐槽整殘咗，認唔出。甚至有網友話，當年嘅陳曉東係可以同謝霆鋒、陳冠希並肩嘅男神，如今卻因為醫美徹底淪為路人臉，反差大到讓人難以置信。最後要爬嘅就係港圈豪門少爺陳柏希。陳柏希係香港富商陳國強嘅兒子，出身豪門，家底豐厚，早年憑借帥氣嘅外形進入娛樂圈，雖然冇太多經典作品，但憑借豪門背景同顏值，亦都收穫咗不少粉絲，係港圈知名嘅豪門男神。佢嘅亮點除咗豪門背景同顏值，仲有佢嘅緋聞，當年同不少港圈女星傳過緋聞，甚至被拍到同女藝人親密互動，係港圈八卦嘅常客。但誰能估到呢個豪門男神竟然也走上咗醫美整容嘅不歸路，而且翻車翻搭比前面機位更離譜。陳柏希早年嘅顏值清爽帥氣，自帶貴氣，而家嘅佢臉部僵硬到不行，下巴尖到離譜，蘋果肌突出，面部輪廓十分怪異，完全冇咗當年嘅帥氣，甚至被網友調侃整成外星人，醜到冇眼睇，係港圈公認嘅整容失敗典型。更離譜嘅係，佢嘅醫美痕跡太過明顯，走到街上根本冇人能認出佢，完全係換咗一張臉。講到呢度，港妹仲要補充一位，就係網友口中第6位根本認不出嘅男神歐陽震華。歐陽震華當年係 TVB 嘅收視服裝、洗冤錄法正先鋒等經典劇集，陪伴咗一代人成長。佢嘅顏值雖然不算驚豔，但亦都係內腔型，自帶親和力，深受觀眾喜愛。但近年歐陽震華嘅面部狀態亦都變化巨大，被網友質疑醫美過度，臉部僵硬，蘋果肌突出，失去咗當年嘅親和力。甚至有網友話根本認不出佢係當年嘅宋慈，反差大到嚇人。其實除咗呢6位，港圈仲有好多男星都陷入過醫美整容爭議，比如吳啟華、吳彥祖等。當年嘅神顏男神，如今亦都因為醫美或者歲月顏值下滑
甚至面目全非。好多人都問，呢班港圈男星明明已經有顏值有實力，為什麼還要執着於醫美整容？港妹覺得，一方面係因為娛樂圈嘅競爭太大，藝人怕年紀大咗失去人氣，怕被後生一代超越，所以想靠醫美維持年輕嘅顏值，留住觀眾嘅喜愛。另一方面係因為藝人嘅心態問題，好多藝人過於追求完美，無法接受自己自然老去嘅樣子，總想通過醫美留住自己最輝煌嘅模樣。但佢哋冇諗到，過度醫美不僅冇辦法留住顏值，反而會毀咗自己嘅臉，甚至拖累自己嘅事業同口碑。大家可以睇下，陳浩民因為過度醫美，顏值翻車，緋聞纏身，事業一落千丈。陳柏希因為瘋狂整容，面目全非，徹底淪為港圈邊緣人物。就算係口碑極好嘅古天樂，亦都因為面部狀態變化，引嚟爭議，影響咗自己嘅形象。佢哋嘅故事都在提醒我哋，無論係藝人還是普通人，都要接受自己嘅不完美，接受自然老去嘅過程，不要過度追求外在嘅顏值，內在嘅修養同實力，先至係最珍貴嘅。好啦，今日嘅港圈秘聞就爬到呢度啦。港妹想問下大家，你當年最中意呢6位男星入面嘅邊一個？你覺得佢哋當中邊個嘅整容失敗最令人可惜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同港妹一起討論。記得關注港妹，下次再同大家爆更多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